馬蹄爽脆，糖水香滑。50g 中國薏仁，洗淨之後浸喺一煲1000cc 嘅水裏邊4個鐘頭，開大火，30g 冰糖，蓋好煮滾。滾起之後攪動一下，蓋好轉細火煮半個鐘頭。150g 9粒嘅去皮馬蹄，切粒，加入煲入邊，蓋好再煮20分鐘。60ml 水，1湯匙馬蹄粉，攪勻，加埋入煲入邊，轉大火攪勻煮滾。2隻發開嘅雞蛋，攪兩攪就做好啦。